聖經講，萬人相信耶穌基督做嘅救主，切家得救，切家唔被定處罰。因為到了羅馬書8第1節一樣講切家啲，切安樣嘅料理下，切家唔被得到處罰，在耶穌基督裡面。意思嚟講，切家信耶穌啥，切家唔被定處罰。但係呢，因為耶穌死了復活，屬切家嘅罪惡嘅方面。嚟撒相信佢撒，切家得到永久嘅生命。羅馬書8第2節咁樣講到，一上帝嘅靈將本切家脫離，從一罪惡嘅方面達到嘅。嚟撒相信耶穌基督，切家脫離，從一罪惡達到嘅。因為到每一人本一罪惡達到，都得到死亡嘅路。嚟每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切家都脫離。從呢罪惡死亡嘅方面，因為到耶穌基督做了本切家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每人要謙卑，人人要打開心，去信任在一個口，心中你相信耶穌基督係一救主，係一上帝，係一天父，切家唔會定處罰，然後離開呢個世間，切家嘅靈得到永久嘅生命。耶穌做了呢提示，本切家隆重人能得到，阿發自己謙卑，自己信任佢，就得到呢最大嘅福。阿門。